来这个台中捷运发生着重大的意外，伫个中昼12点半左右，一台当咧行驶的捷运的列车经过丰乐站的时阵，路边一栋大楼当咧施工，这个楼尾顶的工程车的吊钩啊，常常上落来，撼着捷运的列车，佮直接穿过捷运的车厢。目前知影有7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消防局马上就调派着3台的救护车去救援。现场上新的状况，请记者嘉莹甲咱报道。嘉莹，请讲。好，主播记者现在就在文心南5路和文心路的路口，可以看到呢，在我的后面呢是有一个塔吊，它是直接整个砸下来，是砸到了这个台中捷运的状况哦。那么呢，也因为呢这起事件呢，就是在中午12点多的时候发生。当时呢，这个塔吊掉下来是当场砸到了这个正在行进中的捷运。那捷运呢是整个车厢都被砸破了。那当时呢，这个车厢里面是有相当多的乘客，而塔吊掉下来砸破车窗、砸破车厢，导致呢这个里面的乘客有9名受伤，其中呢是有8个是伤势是比较轻微的，其中有一个年约50岁的女性哦，她的伤势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当场呢是失去生命迹象，最后是重伤不治哦。那么呢，据了解，这名女性呢，当时她就是在这个捷运车厢比较靠近门的地方，因为这个塔吊掉下来，导致呢她被压到这个车厢的底部哦。而在稍早呢，大概1点多的时候，消防员将她救出来，她是已经明显死亡，没有生命迹象了。那么呢，这个在稍早的时候呢，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有来到了现场来了解状况哦。那这个塔吊呢，它就是在一旁新建的新复发的建案哦。那这个新复发的建案呢，目前是一个公寓大厦，地上有31层，地下室有6层的状况。那这个塔吊呢，就是在最顶楼的地方，它突然掉下来砸到了捷运，因此呢，这个都发局呢第一时间是勒令停工，那并且呢对这个新复发的承造人以及这个营造公司还有监造的建筑师事务所各开罚6万元。那么呢，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说，发生这么重大的公安意外，一定会重罚。那么呢，现场呢也可以看到，这个警方呢是目前先拉起了封锁线，禁止车辆进入的状况。而中捷呢，也因为这个捷运被砸中，所以呢，台中市府站到9张离站，目前呢今天都是停驶的状况。而现场呢，现在目前正要进行把这个塔吊移除的作业哦，所以呢，目前现在是封锁了现场。那么，究竟这个塔吊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掉下来？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主播。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